台北市南京西路中山商圈是愈来愈闹热，也毋过最近这附近的店家拢受到台北市都市发展局通知讲，因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的管理自治条例，店家怀疑讲拢是共一个人去检举的，有可能是投资客，还是讲是建商第三人。都发局是证实讲因有收到检举，会依法来处理，也毋过卖重视在地店家意见。开伫咧巷仔底高水咖啡店，现场卖咖啡豆，现场冲咖啡，咖啡味正香。伫西南中山商圈巷仔内面有开真侪种店，在地经营几多年的业者讲，自4月开始就一寡店收到都发局的通知，讲被检举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理自治条例，限期2个月爱改善。本来都以为是个案，就是只有我们自己有发生这件事情。然后经过承办人询问后，才知道原来是同一个人检举了那么多家。把这一些青年创业家逼走之后，那房子如果租不出去，那就回到过去的旧的模式，我们就等房子烂了，那房东就愿意参与都更或把房子定价出售。业者讲，被检举的违规样态有2种，第一种是店开伫咧6公尺以下的巷仔。第二种是餐饮空间应该设伫咧1楼或者是地下室，依照都市计划法，若是限期无改善，相当会罚到停业。业者即马已经做自救会向民代陈情，认为这种法规已经无符合现主时的情形，安尼先做会造成当地有特色的店收起来，尾啊规个商圈会规个稀微去。一起来讨论。那在现行的规范之下，是不是可以让这些所有的店家，在有些有限的条件之下，让他们能够继续在这个商圈生存？经过检视之后，那大部分是属于路宽不符土管的规定。那本局针对这些违规商家，也陆陆续续做行政指导。台北市都发局表示，若是路宽无符合规定的部分，只要是无影响当地居民，无被记点处分，拢会让暂缓裁罚。这件案件已经受到自救会陈情，将来都发会会尊重在地，继续收集各方的意见，研究对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